細單位廚房亂到爆，日式收納直接救命，空間利用率爆打傳統設計啊，垂直延伸同埋縫隙利用兩招就夠。Hello 老細，我係 Louise。今次咧幫公屋廚房做咗個櫥櫃啦，直接抄咗日式收納嘅精華，利用模塊化設計，進一步提升廚房嘅收納管理。咁櫥櫃咧，我哋係做咗個 L 型設計嘅，轉角整成咗洗切炒黃金三角區啊！行動咧就唔使兜圈啦。喺上下櫃收納我做到最細啦。咁大櫃桶咧配內抽加埋碗筷架，170度門架開到盡，咩沙煲啱餐啊、油桶罐罐啊都輕鬆拎。仲有個彈子門啊，一推咧佢就開關啦。直身拉籃用到盡，深層空間分層分類擺，每樣嘢都有自己嘅位置。廚房櫥櫃咧用晒進口品牌5金啊，推拉9順滑，襟用又襟做，而且咧仲可以確保收納用得順手，經得住長期使用。材質咧我哋揀翻個橡木紋啦、石紋啦同埋石英石，襟污糟又襟做，日日煮餸都好打理，抹一抹就靚靚咗，減少咗好多家務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，記得點讚收藏，關注我哋嘅頻道啦。下一期咧，大家睇翻更加多嘅收納靚設計，下一期再見啦，拜拜。